这次的题目是说说北人话中几个有趣的结构助词。现代汉语普通话当中有的、地、得等结构助词，如群众关注的10大热点难点问题，老百姓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肉疼的感觉，让项目周边群众生活得更加安心幸福。这个几个句子里面都分别用到了这3个词。而我们北人人除此之外，在口语当中另有几个自己的结构助词，一个是什么什么懂，某某懂，它的意思相当于什么什么的，而什么什么懂，它前面什么什么这个字呢，往往带有动词性，它所形容的程度比较轻，又大多用在不怎么好的含义上。举几个例子，胃里得得动，指的是胃里边有点恶心的感觉；走路匆匆动，走路有点踉跄不稳的样子；心也一动，心脏有点不规则的剧烈跳动；肚皮隐隐动痛，肚子隐隐的有点痛；这蹬把把动，桌子4条腿不稳固了，有点摇摇晃晃；桌面摸上去刺刺动，桌面不光滑，有点刺手的感觉；面上软了呆呆动了，床非常软，并且缺少弹性；心里哒哒动，在心里面不安，总是要记得在心。这个小娘捉捉动，这个女孩性格不爽快，度量小，有点爱耍脾气。收收揪，它的意思也相当于收什么什么的，但这个揪前面的字往往是带有形容词性的，如你慢慢就走，那就是你慢慢的走；鸡轻轻就爬起来，它轻轻地爬起来；你好好就听课，莫做小动作，你好好的听课，不要做小动作。这块地里明明就要上点肚子头西瓜，这块地里这里那里的都长满了大西瓜。这最后一个例子当中的咪咪就是到处都有，很普遍的意思。收收龟，北人人与宁波的话有点不一样。宁波说收收狗，这个水果的果子的狗，而我们北人人呢会读龟。就像树上的果子，比方楝树的果子，宁波人就荔枝狗，北人人呢就念成荔枝龟。那么作为助词的收收狗，北人人呢也读成了收收龟。不过字呢还是应该写作果。那么收收狗它的意思是什么什么的样子，比如说杂狗就是杂样子，嘎狗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再举个例子，阿拉屋里宝贝杂狗坏了，不会哭的是吧？你跟人咋会嘎狗进来了？每日把这条路扫了嘎清爽。但是如果杂狗和嘎狗这2个词用来表示数量，那就分别是多少和这些的意思了。前面那个句子摘了咋归了？也不多，是这嘎狗东西。如果把这个狗用在形容词后面，
往往会有程度较轻的褒义，如你好乖乖听到人闲话啊，外婆已经热水袋放了鼻盔里了，棉袄烘了热热归了，你再去困。你也应该受的，我起来。你轻轻赶走进去，没得去吵条高。你考了介关好，心里定定归等的到了出通知书好了。老太太，你多保重啊，身体健贵，活了100岁。有时候，在这个狗前面会再加上一个应，变成了收收应归这样的格式。比如，给好里个肉只8分应归就可以了，莫只太少。8分应归就是差不多的意思。这个手骨抬应归，嘴巴开应归，看戏看了已经熟迷了。这是说他的手臂正微微的有点抬起来，嘴巴正有点张开着。